OK， 今日我哋嚟玩陀螺。玩陀螺，你睇呢個 cat 嘅 YouTube 啊！呢隻。突擊。對戰啊！係咪攞突擊對戰啊？不如你教下人哋點樣配啊？首先突擊一定要配衫，然後嘅一定要配衫嘅，一定要配衫。然後個族咧可以用原裝嘅族，狗都得係嘛？狗都 OK。然後我哋就有呢隻，雖然盜版嘅。黑龍盜版呢個 YouTube 用黑龍盜版。我哋對打先。我唔想睇你打機，好廢啊！你揾自己打機。OK。哇！咁遲落仲打人。哇！我覺喂，呢個完咗咯喎 ，spin finish。OK。已經 spin finish 啦，而家1-0 ，spin finish。嚟，第二鋪。3、2、1 ，go shoot！ 哇 ，spin finish！ 爆裂獲勝 ，bro！ 我係用心製造行動 ，Jimmy。爆裂係2分 ，OK。爆裂2分。而家1-2-1。你教啲人唔識玩嗰啲啊？呢隻係2，呢隻係1。OK， 我哋咩1-0？1-0啊？呢個2分。2分。呢隻1分。1分。一齊嗌啊 ！3、2、1 ，go shoot！ 我哋而家去到東匯地產。可以。OK。哇 ！Oh my god！切開！哦！哎呀！知咗。暫時1-3，突擊3分。單機。突擊3分，黑龍1分。OK。3、2、1 go。單手都打。OK， 爆裂獲勝，爆裂就係2分。OK。19連勝。然後我哋今日就到呢度。好啦，拜拜。